安。我觉得回来这边学习，让大家来真的都很棒。确实。而且大家都很客气，又很谦虚，都说我不会，一讲都讲了好久，而且又讲得很深入，又讲得很好，所以我就说真的是，感觉上或许是挂汤水呀。范同学知道吗？就是学的不多，然后就我咧恰恰对，我咧有咧通个声音安就对啦但是因为后学人要讲信用刚刚跟我们主任讲的时候，他讲了，我就跟在后面上来讲所以我也就当仁不让啦也是上来学习因为伫讲这个时阵因为我妈伫桃园的时阵咱赶快情形经历咧教这本《六祖坛经》，然后呢，大家拢没有推辞的，一个拢轮流，大家拢起哩讲，拢无推辞的，然后起哩讲济讲少，拢无紧，你有咋讲偌济算偌济，你讲无就倒来安尼。其实我们不是在听他说他讲的好与不好。我就是说，这个我们有在学讲言的在练习的你就把它当成我也是在练习讲课也是因为他有这个经文嘛咱看咧中间咱就以咱的直觉，感觉咱讲思量即不点用啦当然若有时间是会做功课啦没有的话，看到你几年来累积听课，你的道学，然后呢，你累积了你体悟的，你看的当中，你就会去看要安怎去阐述甲表达啦。讲的拢足好的，无分好甲歹，但是就是大家学习这点心后学的莫占用伤济时间直接进入这个本文这个28页因为阮咧念的是好学台语做袂认真的，国语阁袂标准但是嘛是会强迫自己练习念一下台语的安尼念了不对的咱请各位前贤甲向海安尼提醒者，提点一下记我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秀书记了，便却为旁。人众不知，受后思维。五祖明日见其欢喜，今我依法有言，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重担，不合得法了，无下得法，性以难切，帮中思想作恶不安，直至误见啦因为前面有讲五祖叫大家说大家去写一首记来恁若是有记内面若是有见性的有迄个要将法传下伊嘛大家遐种道理中间遐种迄个大家因为先受伫教授师，所以大家拢讲阮的教授师一定是伊，因为伊是会当甲阮教表示伊的道较上深，所以只要伊做得好，阮毋免大家看伊就好，阮毋敢表现我们在修行当中有没有常常碰到这样子？有阮遐尼出门就好，阮遐尼代表就好，阮这阮修无偌久，阮学的无济，大家拢会记起来会袂？会体咧，但是伫体中大家有学习的权利，嘛是有发言的权利，是不是？
你所收的个人收，个人得，你体悟甲对嘛是个人的体悟啊。啊，所以吼，我们常常也都是一样会犯的这种迷失啦，吼。啊，所以伫咧遮中间吼，伊亲受伊就安尼反复思量了之后，吼，好不容易吼写这首诗出来，这首记啦，啊记写出来了啊，又患得患失啦。哎哟，当惨啊！伊搁头头去写呢，搁毋敢光明正大去写，用半暝啊去写。哦，因为迄片壁中间本底就是吼，要请一个卢永丰晓。卢公凤来画迄楞严经的一寡迄小词，敢类似咱咧看24孝是毋是？24孝伊将迄图画咧遐，啊，咱一看就知讲，哦，这就是啥物第几号的内容，安尼大概看图就可以知道那个故事一样。啊，所以伊嘛是请来要画，啊，结果吼生肖毋知影，所以就看伊片壁我将我的片写大声，吼。啊，若安尼是偷写咧，遐是若是吼，明仔载天光，大家看到，啊，祖师看起来，有欢喜，有认同，吼，我才讲是我写。啊，有的时阵吼，就是我家己修了无够啦，吼，我的业障太重了，吼，所以智慧无出，所以吼嘛是吼，我不得华，修行不得华，安尼就对了，吼。啊，所以写这首诗、这首记的中间吼，咱感受讲，因为伊这首的身跟心这当中都含有这个有，伊刚看到这个有，伊无看到迄个空啊，有跟空当中，所以他身是身躯是敢若菩提树嘛，就一张树啊，啊心阁是一个镜台，这是毋是拢有相的物件吼？所以伊就无看到迄个空的。啊，其实吼，这个空有因有二吼，有空，有这个有嘛，就爱有这个空才会作用就对啦吼。敢若咱这间厝吼，有看到这间厝，但是内面爱有空间啊，咱才会当活用吼。就咱家己的身躯嘛，共款啊，咱看是这个身躯，但是嘛爱有空啊，才有法度爬咱的五脏啊，啊有迄空气啊吼，才会当运作啊。所以这有跟空当中，他只看到这个表象，还没看到里面深入一点的，所以就科学比较担心。写这句我嘛足佩服的，这首记对我来讲我嘛感觉足佩服啊，因为感觉我要做到这首记，安尼中间我还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迄个反正讲隔天的时阵吼，迄个五祖吼看到的时阵吼，伊就知影讲吼，伊这是吼还不见性，他还在这个心，啊，搁伫这有内面伫咧他，吼，啊无跳出，吼，啊所以伊，但是伊嘛感觉这首记会当安怎一般讲修啊，吼，咱看到伊这首记中间吼，会当来提醒咱这个心，吼。会当讲吼，下伊安尼起心动念的中间吼，有法度讲，吼，不要让他有那个恶念，吼，爱也不要有那种恶行，吼，也迄个时勤拂拭啊，所以就讲吼，咱有迄个无好的，就爱紧仔切掉，就共款。啊，所以伫即个有的中间吼，是安怎？因为伊佫讲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嘛，吼。在《金刚经》内面，啊，所以后学用，昨天看到一个故事，啊，伫 FB 内面看到一个故事，迄个故事是安尼讲，有一个乞丐，然后伊就去港奔，啊，每天是不是都去港奔哈，乞讨过日子，啊，伊甘想讲吼，我甲逐工安尼甲人乞讨吼，也不是办法。我也想要脱身，跟人家过正常的迄种过，做一个正常人，毋免共分。所以伊当港本来的粮食呢，伊就摕去，一摆就甲添挂，就甲放咧仓库，吼，放咧就甲存起来。结果奇怪，我已经存了好久了，为什么东西都是一样，没有增多？共款拢欠无较，嘛无较济啊。啊，若安尼是谁来甲我淘汰去？
只鸟鼠拢来甲偷食。啊，迄只鸟，结果伊怎甲鸟鼠讲讲？好呀，人的粮食吼，迄粮食有够多，你唔去甲食，为什物要食我这好不容易吼讨来的物件，捡起来物件，你来甲我食呢？伊就讲吼，因为吼，人讲你是吼，只有敢有8两的，就是说你的粮食，你的福报就只有一点点啦，所以你无迄东西好他爱做啦，所以吼，我才来甲你食，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是哦，为什么会安尼啦？伊讲我嘛毋知。伊讲啊，什么人的生啊，谁会当互我答案呢？伊讲吼，你去西天吼问佛祖吧，你去问佛祖吧。结果呢，迄个乞丐就真的哦，他就真的很辛苦的，一天一天的，他就往西方走，他就是要去请教佛祖，为什么伊的命运会是安尼呢？结果呢，走到到后来有一个地方，他很辛苦，很累了，就跟人家化缘，那个赶乞讨嘛，就有一个富翁，然后就给他的本衣物件食了了，本衣先出来讲你要去倒？为什么看你敢若行啊足忝？伊讲我要来去西天问佛祖，为什么安怎？伊就甲将伊个代志讲来听。讲是哦，那安尼伊怎就甲准备足济大娘，害伊布施害伊。伊讲你害我遮济物件，伊讲是，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爱帮我问爱甲佛祖问我有一个查囝16岁还会讲话这是为什么呢？你帮我问佛祖，伊讲好，所以就去继续行。结果呢，有一天去行到一间庙寺，讲出喙干。就要甲分一杯水食，佫有一个和尚拿一支锡杖足老足老和尚足老拿一支锡杖，出来的时阵，伊真正就分伊水食啉分伊了后来，伊就去甲问，伊就甲讲你是要去倒？伊就甲讲将伊个代志佫讲来听。迄个和尚就甲讲，那安尼我会用拜托你无？你嘛先说帮我问佛祖。为什么我修了500年啊，至今还无法度修成会当飞，敢若修成可以飞回去就对啦佫这个体拔掉了安尼啦，无法度能够飞升回去安尼，你甲我帮我问嘛？伊讲好，然后就继续行到有一个港的所在，伊爱过河了我无船食。伊就心内想敢若无船，我是要怎过呢？佫来时间佫已经足晚。这时阵就浮出一只大乌龟迄只大乌龟就浮起来的时阵伊就甲讲你要去倒？伊甲讲要去西天迄个问佛祖的事情。伊讲安尼我有一个条件，你嘛爱帮我问。我才载你过江，伊讲好，伊就讲出伊个条件，伊讲你帮我问佛祖，问看卖为什么我修1000年到即咱佫无法度变成那个龙飞升，安尼啦，无法度化龙飞升回去啦，为什么安尼就对了？伊讲好，然后就帮他载过江咯，然后他就真的走，有一天他就在睡觉。然后就做梦梦到佛祖来，然后佛祖来讲你要怎伊就将伊情形讲来听，伊讲那安尼我来讲，我会当甲你问3个问题，只能3个问题不能多多的话也没有。伊讲这时阵是要家己的问题较重要，还是其他的人的问题较重要？就第一时刻咱我可能是家己的较重要但是他就在想，迄只乌龟有够可怜，修1000年所以伊已经熬了1000年了，所以应该伊会较重要，所以就先问佛祖，讲迄只乌龟修了1000年了，为什么还不能化龙飞升回去呢？结果佛祖就甲讲，你甲讲因为伊就是伤爱惜伊迄个壳伊迄个壳伊若是放会下落
收伊较久，较真仔无法度迄落吼，啊，好啦，伊嘛是问伊啦吼，哎，结果呢，迄个佛祖讲吼，为什么迄老和尚500岁啊，还阁无法度转去？因为着迄着着迄支西藏啊，哎，迄支西藏伊放袂下，伊着条的，因为足爱的物件，吼，伊若放袂下，伊就会成啊，就对啦。然后呢，伊就到来讲啊，第三问题，就很挣扎的呢，我还是那个小女孩，伊到来想想，好，就直接问那个小女孩好了。他讲迄小女孩12岁，为什么阁袂讲话？伊讲吼，伊若碰到伊吼，伊的意中人的时候就会讲话。好了，然后呢，佛祖就不见咯，针对这3个问题而已哦。然后伊就回程啊，就转去啊，转去的时伊就碰到迄只乌龟啊，他就帮他载过去，然后就跟乌龟讲，你就是因为太爱你这一个壳了，你要是能够把你这个壳舍得掉，你能够舍得掉，你就可以化龙回去。结果迄乌龟就悟到了，顿悟了，是毋是？咱嘛做爱咱这身躯嘛是咱家这身躯拔掉的啊，这乌龟物件拔掉，你着迄遐，结果伊就讲吼，拿我这个壳送你，伊迄壳内面有24颗的夜明珠，是说送你，安尼就对啦吼。因为搁较搁较宝贵、搁较好的夜明珠嘛是安怎，也是没有用啊，因为是有形象的东西啦，是咱搁较互你富贵满载，家财万贯啦吼。但是嘛是活咧咧用呀，是毋是？咱两眼一闭，是毋是？就是拢活咧，就是一切都不是你的了。所以赶快，所以乌龟听我的啦，所以它就脱壳，然后就真的变成龙，化成龙就回去了啊。然后就碰到那个和尚，然后就跟和尚讲说，就是你那一只你心爱的西藏。那个和尚也顿悟了，因为他实在那里，所以呢，他也就放开了，他也就送他了，但是呢，伊就送别人去，但是就是安尼，他也就真的就飞升了，就升天了。然后呢，他就回到那个员外家的时候呢，那个小女孩看到他回来了，然后就好高兴，就跟他爸爸讲，爸爸，你看，你叫他去跟佛祖问事情的那个人回来了。结果他爸爸就这样子，他吓一跳，因为已经开口讲话了所以呢，他就把他招为女婿啊，所以他变成本来没有福报的结果就变成他身边就拥有。为什么他能够也拥有那些福报？因为他也愿意替别人付出啦，所以第一这中间，咱会感受到讲，你着迄个有的中间，你会被他绑着，你明明可以早就可以成道了，但是你会安怎他拔掉嘞？若是迄个无的人咧爱有的，是毋是安尼讲？因为他乞丐，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很辛苦，所以他想要拥有。所以咱无的人一直咧拍拼，咧趁到足有的，但是你要趁到足有，你嘛着爱付出，所以那一只乌龟也是一样，都体悟到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有无之间我们要懂得，能够应用所以咱的心嘛，赶快，要用心如镜，就是讲，你照完，安那卖着的，你无照行到过老兄咧兄，没有了迄影就无啦。但是你若甲着条咧，是毋是？你着歹条，就敢一条无形的绳索，无形的绳啊，甲你揪咧，甲你拖咧。所以人家就在说，我们到临终的时候，我们平常都是没有习惯，等到临终的时候，你放不下，你就是一条无形的手的那个绳啊，给你绑掉。你要飞升回去吗？飞升不走，你也足沉重啊。所以咱就安怎？咱修行就是爱过着减法的人生，一定爱安怎？一定爱一直减，愈生活是爱愈来愈简单，而且就是安怎？咱咧讲的讲格物致知嘛，所以咱的心中一定要能够很清净，不
忙了之后，我们的智慧就不会开，因为还看不了嘞。哦，心物会滋蔓嘛，身物会招助嘛，甲咱看嘞。所以咱家己吼，就是讲，所以讲伊这讲修嘛是有伊的讲修的好处，吼，伊的方法。但是咱吼上幸运，因为咱会当阿嘛心地之后修，我们先得到了，所以我们慢慢去体悟，很容易看的这个经典，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好，这就是我们沾的这个天人师的最好的、最棒的这一个哈，所以大家就好好的把握9点半。所以后学就学习到这里啊，好，谢谢各位。好棒好棒哦！